我来接他。是好点了。是好接等接了。喏，进饭了。没事哦。小动物来说，弄去了。你都找对了，都找钱了，领得了。我的天！家里我好了，就在这里，哈哈哈，往内坐，教育。我看好点，先好点做哪事？这把上我手机呢。来走。
家，怎么乱七八糟的，就要翻过来。好点，好。你要开个字，你让钱，他就到了。希望他吃得到。你们稍微冷静点。你们绕了，只差绕里绕了绕这呢。我跟你讲，就你讲一个，你第一幕。我来讲，